洪山一带安全岛生出大片的狗仔类，专家讲这款白背狗有毒，公园处已经派人处理。中联油即摆停工，国内沙拉油供应欠缺，经济部协调大统一，台糖等等业者增产，也设专线来协助。环团不外内政部和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开发案过关，所以提起诉讼，昨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撤销原处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即马受到西南风变强，也有低压带的影响。即阵啊，这南部呢雨水是真高，伫个高雄凤山一带安全岛顶头呢是熊熊生出规大片的狗仔类。专家讲，即款生做白白而且外形看起来真古水的狗，其实是有毒的，所以公园处是赶紧派人去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学白板。看到安全岛顶悬熊熊出现一大片白色的果，深色的街面有骑车民众专工停落来翕相。高雄凤山凤南路这搭分界岛去年嘛捌发果出来，迄当阵民众小济走来劫，造成交通问题，佮出动远警来指挥处理。附近民众讲，20佮生10外类出来，又佮有人散散走来看，实在真危险。这大类的，迄袂写是啦。所以讲迄生嘛危险是啦。唔是啦，迄像安尼车足多无，车来车去，人要起来看停车袂得过啊，安尼会车好啊。袂啦，袂去那慢啦，嘿啦，袂去那慢啦。因为伫过险嘛都危险的啊，爱有毒无毒人啊，唔知影你学白板，等下慢慢的去。专家讲，这款果是有毒的绿蛰菇，拄生出来是白色的，到分的时阵就会变青青。若是无细致，食了腹肚会中毒，出现肠癌炎的症头。市府20名就紧急派人去挽掉，避免影响交通，也是有人会慢去佚佗。公园处表示，这阵高雄雨水高，有草瓦埔的所在就真高生这款果，民众千万唔通学白板，若无后果恶案生。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若民众发现，可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不小心吃到绿蛰菇的话，它引起肠胃道不适的症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这些都可能。所以还是建议民众说，我们野菇只要有野菇，我们就不吃，也不要认为说它是白色就是安全。民众讲水网已经清掉，不过只要雨一落久，免偌久就搁家己发出来。高雄气象站讲，受到西南风变强甲低压大影响，南部随时会上大雨，而且这雨可能会落到后礼拜2过，天气才会转好变稳定。记者柯家族超用高雄场报道。好，来看这几日这天气呢，拢无介稳定。气象署是提示讲，这西南部影响是上介大的，有可能是会落大水雨的。另外，这风台沙顶呢，即马是继续向西北边咧行煞，而且伊的强度是直直咧增加。预计后礼拜3是晚近琉球，对咱台湾影响，就该看这风台的路线才会知影。即阵台湾的天气无介稳定，气象署表示，拜五至后礼拜1受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各地落局部大雨的几率拢真悬，尤其是正方面的西南部受影响上大，可能会落底延时的强阵雨。今天跟明天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强风轴主要就是偏向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主要的一个降雨区域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会是比较偏长一点点，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有发生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只还是维持午后的这样一个天气形态为主。气象署也指出，风台沙顶岭目前伫台湾东南边3100公里远的海面，稳定向西北边行线，强度一直在增加，有机会变作强烈风台。预计后礼拜3会行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也是离咱台湾上近的时阵，若强度爱搁观察。远洋上面的话，大概就是落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3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这个目前就是沙德台风所在的一个位置，稳定的是往这个西北的方向去做移动。那预计像是在下周3的时候，可能就会来到琉球附近的一个海面上。在未来这一段期间来讲的话，是会有稳定增强的一个趋势。气象署提醒，拜五、拜六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甲澎湖的沿海可能会有大雨。也若后礼拜2以后的天气，虽然有可能会转好，不过要是爱看风台沙顶岭西到行的路线，才通确定。气象署表示会搁继续观察。记者顾玉记、谢桂玲台北报道。
继续来关心这中炼油脂呢，即马停工，所以引起台湾国内这沙拉油供应缺欠。经济部是来协调大统一、台糖等等的业者来增产，伊也来设这专线帮助业者。其实看这问题油的风波乱甲安尼，即马就连南投、信义乡农会委托生产的苦茶油，即马竟然嘛去验到苯便秘超过标准，卫生局已经要求全部落架。就是这款由南投信义乡农会委托中华载原油品公司代理生产的苦茶油，经过农会自主检验，验出低盐物苯便秘超标。卫生局派员前往稽查了后，已经要求所有不合格产品全部拢要落市回收。总共他们有2个批号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效期到明年的3月19，另外一批是效期到明年的5月6号。那么总共的制程呢，生产了971瓶。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同时间嘛通知产品顶头的彰化县卫生局甲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后续的处理，而且对7月2日逼出国内头一件低盐苦茶油案，问题油厂累积达到9件。食药署表示，将会甲农业部共同启动苦茶油业者辅导计划，佮建议企业指引，互业界参考。19已经伫嘉义举办交流会，8月下旬阁会伫宜兰加开场处。食药署将与农业部共同启动苦茶油业者辅导计划，分析茶籽原料采收、干燥及压榨取油的处理程序的风险，考量北部及东部苦茶油业者参与需求，已定于8月27日下午增加办理宜兰场次。另外，中炼油脂事件爆发了后，经济部针对后续沙拉油欠货，已经协助媒合大统一提供餐饮、罐头、糕仔饼料等所经业者的需求，嘛透过大糖专案供应43间学校团体饮食的业者，每日所需要的534桶沙拉油。针对中元节以及新学期开学等需要用油的高峰期，经济部嘛已经设置马上服务中心，专门媒合协助食品业者顺利接接新的供应商。记者综合报道。这食酒食毒，互人甲吊口驾照，有的人呢是规气来象征这微型电动2轮车这种免驾照的车型。台南市有议员就指出讲，这是严重的高安空芳，网络顶即卖呢甚至受相关的宣传啊，所以有民意代表是建议这中央就要赶紧来定出相关的配套。一个查甫人骑微电车在路顶偏来偏去，警察随甲查落来做酒测，并在屁手真侪人食酒食到驾照，互人吊销的挑钢筋微电车免驾照，让法律的旁，网络顶甚至嘛有相关的宣传广告。现此时法规对微电车欠缺驾照管制甲配套，处罚嘛伤轻，互违规的驾驶无咧惊，变做交通安全的空芳。这是一个真恐怖的问题哦，亲像一只炸弹伫咧路顶遐落偌说安尼。有牵甲北京嘛是有，所以不管什么款的政策对因来讲拢无好。而且电动车是不用驾照的，所以变成可能这样的酒驾或者是这样毒驾的犯罪人，他可以换一个交通工具。过去我们的把驾照没收，不能再上路的这样子的警觉的这个法则，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法律漏洞。台南市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微电车违规有3000件，其中驾酒赛车322件，驾毒赛车36件，并在这期微电车驾酒赛车上轻干啊罚1200，无爱做酒测罚4800，根本无迄件力。那立法院前一阵仔3读通过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微电车顶慢车的驾酒含无爱酒测的罚款提高5倍，爱个单行政院公告施行日期。慢车毒酒驾的罚款是1200到2400元罚款，如果涉及0.25以上的酒驾，那一律也是以公共危险。那会做移送法办。面对全台微电车的乱象，各县市警方严格咧抓，便啊酒测超标，一律依法移送。不过，民代认为，一般汽机车和微电车的罚金关价差真济，中央爱赶紧有相关配合，才通真正保障用路人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国道1号标立3期路段呢，有一只箱仔车是甲头前的电动车相撞，这双方的驾驶拢有落车来看，结果这个时阵后壁虽有一只车安尼撞起哩，造成3个人重伤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讲，那像就是因为后壁这只轿车伊是使用辅助驾驶的系统，那详细的原因犹阁需要厘清。
车祸现场一位查某驾驶坐伫内侧护栏，意识清楚，只受到轻伤。伊就是造成二度追撞的细林驾驶19中头，国道1号苗栗3期路段发生这件车祸。乌石箱车甲电动车先伫147.8公里的所在内线车道发生相撞，双方驾驶落车伫路中乍看去协商，不过就伫这个时阵，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紧紧驶过来，第二摆追撞，造成2个人受伤送医，其中2个人受伤严重死亡。本驾驶人江南林女报请检察官抽血检测中，林女酒测值为0。江南及车上女乘客53年次菲律宾籍，送苗栗大千院抢救无效死亡。上头先发生相撞的电动车细力驾驶，虽然捌恢复生命现象，也不过20透早，也因为受伤伤重死亡，造成死亡人数更增加1人。根据细林驾驶，向警方表示要开启 ACC 辅助驾驶系统，后来个变讲袂起来啊。警方继续来赔清楚代志的原因。我现在都不管他。他方向盘，他会车道自中，因为这还有车道自中辅助。他一直保持在车道的中间。实际上路实测，驾驶配有 ACC 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会当正确控制车道之中对车距离甲速度，必要时也会当启动 AEB 自动紧急打档系统，达到主动安全的防护目的。也不过专业汽车技术表示，虽然 ACC 是利用车顶的雷达甲点机来整合主动安全系统，也不过驾驶人也是袂当无专心。你已经预判到它那个是静止的，可是你的 ACC 系统没有马上介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驾驶这件事情接管，你就必须要做正确的处置，而不是去等待我的车子，他怎么不刹车，他怎么不避让，这样是错误的。汽车技术表示，辅助驾驶无等于是自动驾驶，更较袂当取代驾驶人。建议这会当使用伫路况较少、固定速度、更较长途的路程。使用中毋但爱继续注意路况，加上防卫驾驶的概念，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度的总预算案总算是三读通过啊！国民党的立委洪巧玲，伊是提案讲，甲这3000万的总统府国务机要费来抬1000万，冻结2000万。所以，地属这总统府呢，本地甲这公益团体所主办的中秋礼盒啊，即马嘛去受到影响。秘书长潘明安，伊是呼吁大家斗高官、斗支持。谢谢公益爱你哟。碧河员工热情接待人客，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伊嘛当地骨力做包装。这是董事长基金会开设的碧河工厂，在北部有5间店，大约协助35个碧河员工有头路，也通学技术。总统府逐年拢会编国务机要费，甲工业团体采买月饼等产品。当经费去互立法院3度冻结，基金会表示，真侪工业团体拢受到影响。中秋总来讲卖得无好，其实可能阮后边对囡仔一寡薪水还个福利。来讲，这囡仔一寡未来一寡兴趣的治疗，可能要减少，因为经费无够。针对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11条也协商的时，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甲总统府编的3000万国务机要费减列1000万，冻结2000万。改动的条件是总统热情调要公告立法院3读的法律。这个是一个涉及到立法院、涉及到全民，还有我们台湾宪政民主法治尊严的问题。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就是坚持说，基本上就是减列1000万的国务机要费，还有冻结2000万。最后这项提案因为那被占人数优势3读通过，总统府拜四也开记者会公开向受到影响的工业团体回示的。预购了一些月饼要分赠送到偏乡离岛，甚至到弱势的机构团体，这一点因为预算被煽动，无法来履行，所以今天呢，我要跟所有的这些身障团体皮肤工厂，跟大家说一声真歹势，让大家可能在这个订单上有所受损。原本总统府今年已经甲37间碧河工厂新疆团体主办的15000盒中秋礼盒，总统府表示有关的想办法采购。总统热强调，逐年嘛拢会家己采买支持工业团体，嘛希望社会大众企业到收听。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即马这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中呢，行政院目前已经有7案拢唔附属啊。杜英泰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完袂煞。根据这宪法第37条，这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必须要经过行政院院长的附属。秘书长张敦涵强调讲，这就是杜英泰的一款。
将一工接碰行政院，甲副书权当作武器是真唔对。立法院长韩国瑜2日宣布搁加回应，针对立法院通过台湾未来口罩条例，加上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行政院长杜永泰已经有7案唔附属。在野重新强调，唔附属是用来牵制总统，唔是牵制立法院。卓荣泰院长能够好好把宪法再看清楚，能够跟韩院长一起来好好的合作，让我们能够台湾能够安定。能够好好的发展，政党的恶斗不要再搞下去。他可能离开学校太久了，法律系毕业也太久了，请卓荣泰回去好好重新研读中华民国宪法，不要再用这一种混淆视听的手法，想要遮掩自己毁宪乱政的恶行。那个部署很奇怪的事情了。谢谢，把宪法条文看一下。国民党批评杜永泰一个人指控违宪、判定违宪，是大伫总统、立法院、司法院头壳顶的行政独裁。认为若是对立法院三读的法案无法度接受，应该提出复议。民进党是反击拿被多数的立法院先违反权力的分立，认为国会正常化才会当守护民主宪政。国会若无接受行政院做的，应该是去倒来过。这个宪政自助餐一直都是立法院，他抢了行政院要出的菜，然后又去监察院，要了一碗，最后把司法院的宪法法庭的餐厅还搞烂了、搞砸了，所以这个宪法的就是怪兽一直都是立法院。宪法第37条明文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附属，所以附属依照宪法就是院长的职权。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重新强调，按照宪政分制，5院分别有家己的职权甲分工，也互相牵制。行政院是宪法宪政机构的一部分，就是应该负责任守护民主宪政的秩序。但台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了后，杜永泰也会选时间去拜会韩国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讲到这普发现金1万块，来看这国民党团的总调保群期呢，伊是表态讲要规划来加码，互人会当领2到3万。也毋过，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伊是回应讲，这立法院是袂当做主来决定这政府的支出要来增加的，所以呼吁因呢后一年度的总预算案应该就要赶紧照时间来完成。因来民众党团伊是讲，其实这个普发现金的，就是包伫总预算案内底，因会严格来审查。再加码就会排挤其他的各项的政策跟经费。在野是一直讲普发现金爱贴价，行政院长杜永泰表态，普发1万是经过合理的财政纪律的规划，若是贴价，就会排斥到劳农社福等等的津贴。不止个国民党立委罗明才2日提2万块的现金，爱执政党嘛应该支持家己进前提案的普发每一个人1万块的国民支援金。那我提的普发现金1万，在今年，那也拜托大家支持我一下，总不能每次都双标啊！我提的就说毁宪乱政，普发现金贴价，佮变做是朝野强防的重点。民进党团就佮讲，普发现金是爱看国家财政状况，而且前提是先提升社会福利佮国防等等。不止个国民党团总调保群期嘛强调，除了积极审查总预算，嘛会全力推测普发现金，加计规划金额2万到3万。我们支持普发现金，但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远远超过去年，我们要规划是2万还是到3万？我想国民党团会再做讨论。在野的人就好好监督，在野的人不要一天到晚说因为我选输你，所以我要扯你后腿。今天行政院如果提出来的普发现金是2万，在野党就给你加码到4万，这个没完没了。民众党团进前就表态，行政院甲普发现金的经费包含伫咧明年度总预算案会严格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就讲，爱立法院依法审议总预算。袂当做增加政府支出的决定，希望立法院会当伫时间内甲总预算审议煞。记者综合报道。因来这演艺界闪做兵的风波呢，新北电影今仔日是来开庭啊。团陈碧玲也有谢坤达2个人拢有认罪，嘛有公开来回释的。其实真侪艺人呢，拢是靠这谢坤达的介绍，才用这种方法来闪做兵的。也毋过法官呢问伊到底是替倒一寡人来牵线，伊煞讲这时间浪伤久，已经无啥印象啊。咱几日多过，即届出现伫咧镜头头前是到法院来开庭，
艺人陈碧玲涉嫌伪造高血压、闪做兵的代志，经过检方起诉，利益头一届奉团还出庭。未来我会更谨慎地做好每一个选择，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公开会室内以开庭同款认罪，承认当当时开10万块左右找人做假血压，得到免疫证明。嘛讲是透过昆达的介绍，才知影闪做兵的门路。那伊的律师是替伊争取假罪。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公安出庭的艺人，也个 Energy 的团员谢坤达，伫咧开庭的时嘛是同款认罪，伊是禁开来绑血压，另外一个找人来代替去复检等等的方式，前后付30万来闪做兵，替伊争取假罪。律师伫咧法官头前是提出一大主张，嘛讲这个闪做兵的代志，经过新闻媒体报道了后，对青少年唔是干有负面的影响，嘛会当有警告的效果。您事后有鼓励人自首，你真的都忘记有介绍谁了吗？家里闪做兵的艺人，包括陈碧玲、修杰楷，拢讲是透过昆达来牵线，实在主标单指明。那昆达伫咧案发了后，嘛要鼓励其他涉案的人家己去自首。不过去互法官问到，有像是伊牵线介绍的嘞？昆达讲这时间让伤久，伊无啥物印象。花多少钱逃兵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粉丝说？这阵闪做兵的风波是烧起到各行各业，尤其演艺界是占上大面。前后已经有4波的敲吹，检方20个来侦结，依照妨害兵役等等的罪嫌起诉艺人王子屈胜义等15人，更加对求刑2年2个月以上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来看，这美国国债这规模呢已经超过40兆美金啊！专家指出讲，这战争高龄化也有减税，就是这个国债变值的原因。这一天利息就要付超过30亿的美金。财政部长贝森特伊是赶紧来宣布讲，要加买这较长年期的公债，希望会当互市场较稳定咧。美国财政部上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头一摆突破40兆的美金，为39兆行去到40兆，敢若用5个月时间，创惊人的纪录。The biggest drivers of the debt problem are primarily demographics. 专家就指出，债务涨真紧的主要原因包含政税开销，还有高龄化所影响的医疗甲社会福利支出，也有最近这几档大规模减税政策，另外还包括金融海啸甲新冠疫情迄时大规模的纾困方案。美国总统 Trump 2017年第一任期的时阵。迄时美国国债还无到20兆美金，到单还无到10档，就已经变1倍。目前美国政府逐工敢若是支付债务利息，就关买30亿的美金，逐档的支出甚至超过国防预算。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So that's about 2 trillion of new borrowing to fund the deficit and 11 trillion of refinancing.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面对到期期限较长的美债殖利率相关的压力，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要甲到期期限较长的公债买倒转来，大摆上无超足40亿的美金，想要互市场的供应甲需求等和。The 40 trillion is a big number. It is smaller when we look at the publicly traded amount because our Social Security funds and other government entities hold a substantial amount.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we're going to have to grow our way out of this. 不一个花费大量发债，造成借贷成本撤袂落去。民众未来厝贷、车贷、信用卡利率恐惊就会继续承受压力。用债、持债的财政方式，已经变作是即马美国经济发展甲民众生活成本上大的烦恼。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伊是讲，在下半年呢，有可能会甲北韩的金正恩来见面。结果消息一个出海，在北韩呢，就随向东海来射10多粒的飞弹，等同因有材料来影响到谈判的过程。因为这美韩军演结束进前呢，南韩是来举办这全国的民防演习，对北韩也是真警戒的。消防车呼呼叫一台接一台驶过修理的街仔头，大批警察伫咧路口咧管制交通，指挥车辆闪开演习的路段。南韩伫咧20举行全国民防演习，演练空袭警报弹了后，民众要安怎来疏散甲避难？这场20分钟的演习是伫咧美韩联合军演结束的前一天，时机是特别敏感。虽讲这届联合军演，美国已经下令减少规模，也毋过看得出来南韩有关唔敢放令对北韩威胁的戒备。 저희도 군사 축소가 된 만큼 방심을 할 수만은 없다고 생각을 하고 그래서 이렇게 경보가 발령이 됐을 때 좀 잘 대비를 할 수 있도록 사람들이 훈련을 하는 게 굉장히 중요하다고 생각을 해서
美国总统川普19发表甲北韩友好的谈话，嘛讲今年安排时间甲金正恩会面，北韩20就向东海来发射10外碟的底程弹道飞弹。南韩的军方讲，这架飞弹飞差不多300公里，这嘛是北韩让8天搁一架发射弹道飞弹，嘛是今年以来第12摆，显示北韩并无因为川普释出善意，就降低军事施压，颠倒上试射来展现军事实力。金正恩的小妹北韩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20嘛批评南韩总统李在明一方面向华府来表达善意，一方面说讲要来支持国防自主。金宇正嘛讲，这届美国决定要来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是南韩家己做得来的。金宇正19则透过官媒强调，美国并无改变对北韩的敌对政策，显示平壤对华府的善意是保持警戒。那罗西亚对美国减少参与美韩军演是表达欢迎。И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учения, целью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ется не отражение, не знаю, общих угроз, таких как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терроризм, пиратство. 川普伫19讲北韩有57粒非常厉害核武，南韩这方面是讲北韩差不多80到120粒的核武。若针对北韩20试射的飞弹，南韩甲美国的情报部门当咧分析飞弹的具体数据，嘛参日本来交流相关资讯，继续掌握北韩的核武，也有飞弹发展的状况。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这罗西亚又搁在针对着乌克兰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而且这回呢，伊是攻击着这能源设施，也搁有人家厝，上无有17个人死亡，也搁有超过40人受伤。就连这乌克兰厝边的罗马尼亚甲摩尔多瓦也同款受到牵连。乌克兰基辅市区如苍苍，无论是大型仓库，也是民用主体、大楼公寓，拢真做是罗西亚上新一波的攻击目标。这波攻击也超工锁定基辅的能源基础设施，予伊大规模失电，同时烧水的供应也无啊。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as always a goal, especially last winter, because Russians want to let leave our citizens without electricity, heating, water. It's genocide. 罗西亚19暝4到20日透早，除了针对基辅，也对另外5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因为攻击时间比英国有较早，所以有超过3.8万基辅市民秘入去地下铁车站过暝。空袭期间，捌出演电影《X 战警金刚龙》的好莱坞名星李佛薛伯也当咧基辅访问，佮卡秘入病院地下室避难，以呼吁美国赶紧提供乌克兰爱国者系统。I think what the sight that I just saw revealed is how important that is, how necessary it is to try to stop some of these really powerful munitions before they achieve their targets, which are clearly civilian populatio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强调，乌克兰不是咧甲美国讨礼物，是要家己开钱来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希望川普政府会当赶紧做出决定。Ми говоримо не про подарунки, це про готов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купувати зброю. Важливо, щоб були ріше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і політичні рішення партнерів і передусім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罗西亚上新一波对乌克兰的攻击，是真侪架无人机飞过界，破入邻国甲侵犯领空的严重事件，引起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欧盟甲北约的强烈连锁反应。欧盟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这是一场罗西亚针对欧洲有无有针对性的普色地带威胁行动，想要恐吓欧洲公民，分裂欧盟，而且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波空袭也让北约东边的成员国对战火溢出来，还有领空主权受到侵犯的危机感。也关到新的战术。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秘鲁当地呢连续几日讲是落大雨，也引起严重的土石流。正出名的马丘比丘有大量旅客拢受困，真侪所在这道路嘛拢未通。而且秘鲁昨又搁发生这规模6.7的地震，加在这地震的深度是有99公里，无造成重大伤亡。雾霾水正错流，土石也放落来，严重阻碍着要去知名景点马丘比丘的路，游客走来闪去。秘鲁最近落大水雨，唔但引起水灾，搁较互印加古道关起来。气象专家指出，这波极端气候甲性形现象真有关系。Este evento ha ocurrido en unas condiciones donde la temperatura del mar están cálidas por el evento El Niño. Entonces, esta situación ha sumado a la inestabilidad de la atmósfera que ha ocasionado vientos, ha ocasionado lloviznas también en la franja costera, desde la costa central hasta la costa sur.
受到连续几日天大水雨的影响，阿雷基帕地区南部的沿海公路也予土石流甲崩石严重破坏，每10公里的路段交通完全断暂，数十台卡车甲巴士袂顶袂动，车顶载的民生物资也有派去的危机。Hay niños, personas adultas, y nosotros necesitamos el apoyo acá donde estamos parados 4 días, desde el día domingo estamos acá. 除了落大雨做大水，秘鲁中部拜市又搁发生规模6.7的地震，加在深度有99公里，无传出重大的伤亡。也毋过面对地震甲极端气候相重威胁，官方毋敢大意。前几日特别举办全国性的复合灾害演习，总统藤森惠子亲身视察，希望会当借着实兵演练，确保伫个灾难来的时，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继续登来看咱国内这为着要守护猪肉的品质，云林县的2021年是来创一个分享猪的品牌，也毋过最近伫个网络呢，所有人是摕这个名来设卖种野。云林肉品市场是表示讲，目前这网页呢已经互人检举落架啊，呼吁消费者毋通买来路不明的猪肉产品。无名的卖种专业顶面有写分享猪专卖，佮发布各种的温体猪肉产品的相片，要提供消费者来买。不过这些资讯拢毋是真正的云林县肉品市场分享猪品牌所发布的，消费者也真焦急。我们卖会直接这样卖吗？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用的卖的应该都是包装好的，或是冷冻过后的。对，然后就像这样子。大部分的人可能有些，尤其是买肉品可能是长辈这样子，然后，对网络上面的讯息辨识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就容易受骗这样。云林肉品市场表示，云林县是全台湾市上最低的，一年有饲超过150万只的猪仔，产值超过250亿。为着守护猪肉的品质甲消费者的食安，云林县府甲肉品市场2021年打造分享猪的品牌，来推广在地猪肉。最近接到民众的投诉，讲因互冒名，已经甲假包的检举落架。8月20日已正式向 Facebook 官方提出冒用检举，经 Facebook 查核后确认该本专业涉及诈骗，目前已经由官方删除。云林乡镇农会品牌甲商品常常互冒名行销，甚至提起诈骗。肉品市场讲，这是分享猪品牌第一届互人冒名，为着避免消费者混唔到去，肉品市场赶紧补回，讲分享猪已经申请商标，若未来网络还有人冒名，无排除使用法律的手法来保卫品牌甲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是伫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要爱修法，全面来禁止饲这野外的物种。卫福部呢是回应讲，照这传染病防治法，这是袂当全面禁止的，呼吁民众以卖接触甲卖饲野生动物为原则。台湾流浪猫狗造成的问题真多，但不是有驾驶野生动物的代志，也是甲人类发生冲突，甚至造成公共卫生的问题。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民众提案要求政府修法，全面禁止饲野外物种。十个卫福部回应讲，爱是传染病媒介，也是有传染疑虑的动物才会进行防疫。若是照传染病防治法，袂当全面禁止。不过，民团这期这无下风险管理的原则。这一次卫福部有另外一个提到的一个做法是说，他会去强调这个卫教措施是不要接触、不要猎捕、不要饲养野生动物，但是一方面却可以放任，就是民众去喂食这个游荡犬猫，然后造成这个犬猫去跟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那这样的逻辑显然不是很完整的。兵团嘛指出，目前小狗病疫区已经探过大安溪到苗栗，伫咧苗栗已经累积30几个案例，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虽然卫福部呼吁民众莫接触、莫饲野生动物，不过兵团指出，农业部所有公费补助在推行责任饲养，法政要管理有在饲的民众，这个卫福部的原则是受违背的。会造成不只是游荡动物的群聚，它也可能会造成野生动物来吃这些食物，增加接触的机会，那就会增加这个疫病的风险。所以以这个防疫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不应该造成这个人为群聚的状况，那我们就应该要去管控这样子的行为。兵团提出诉求，希望卫福部应当禁止民众饲流浪猫狗。农业部在小狗病疫区嘛，应当确实依除流浪猫狗收容甲注意疫定策略，嘛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就要一致。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有环保团体是不满这内政部予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过关，所以提起诉讼。昨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是来撤销原处分，这领含林潘中正，伊是表示讲，这证据总算是来啊。也那内政部是表示讲尊重判决的结果。在地居民甲环保团体反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甲工业港起伫珍贵的海草搭生态顶面。虽然最后是向外刷到搁较外海，不过因有关认为会致使无法度复原的破坏，也不满内政部海环管理审查会审案件时无顾破坏生态，互案件过关。因为安尼提起行政诉讼，最高行政法院20日判决出来撤销审议的结果。虽然是迟来的正义了，但是我们还是肯定最高法院这个睿智的判决。在环保运动上呢，我们的努力与坚持，有时候还是会被有智慧、有远见的人看见的。潘中正表示，行政部门审议这个案有真侪违法的所在。协助诉讼的律师是指出，开发案无应该伫关心海草搭野保区四周围屯海造地，也不应该违背海环管理法的精神。它虽然没有直接填海保育区，可是你在5公里，其实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生态。海岸管理法自己讲到说，自然海岸零损失。那我们认为说，零损失其实是一个还蛮明确的要求，你不能去轻易的去牺牲自然海岸。环保团体呼吁内政部重新审议做出处分的时，应该卖予伊许可。中油表示，这个案件无牵连到核心的时间区域海环利用的许可，无影响目前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向外甩的报还时间。这时出席环境部庆祝活动的中油董事长彭金仁也有回应。我们会跟被诉人，也就是内政部呢，会去做紧密的联系啊。那么如何对于后续的一个因应呢，会做一个完善的一个处理。我们尊重最高行政法院的最后的裁决哈，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部长刘世芳表示，案件伫2018年伫苏东市的营建署审议通过，业务目前是刷到国家公园署，国家公园署是回应真意外，除了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也会请中油提供资料，建议处理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的 AI 是真竞争，这台日之间的合作也真密。在日本是强调讲，未来会继续来提供台湾关键设备，也有材料，对台日供应链互相补助，也有互相分工，进一步来发展到技术共同开发。即马百工百业拢伫咧用 AI， 台湾研发能力嘛豆豆互世界看到，即马佫出现更较侪合作嘅机会。早伫咧8月初，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讲到，政府当咧推动台湾日本企业共同研发计划，双方应该加强共同合作。最近台积电嘛宣布要和索尼共同研发次世代影像感测器，台湾甲日本伫咧半导体产业链顶头嘅合作嘛愈来愈密。他们把一些可以弯道超车的技术当成他们的国策。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量子。那日本在研发端、在开发端是非常有潜力的，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很快速的商品化，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的角色就来了。半導體自体、より微細化が進んで、かつ後工程が重要になる。あと、その末端の部分ですね。フィジカル AI などの機械部分で AI を搭載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も重要になっていくので、そういう新しいニーズに対応できる AI のための半導体の共同開発というものは今後日台で極めて重要にな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日本迄边就分析，目前上重要任务是回应台湾先进半导体技术的需求，继续进行半导体制造设备甲材料供应的责任，所以双方共同研究、共同开发，拢是真关键。也拿日本所谓建设的重要这片角色 IPA， 嘛强调日本政府正在进行相关的准備。データや AI 制度が分裂されたままで社会が機能しません。2035年に競争力を持つのは良いものを作る企業だけではなく、良いエコシステムの設計をできる国と産業界です。日本迄边就强调，未来无法度靠单一企业的力量来拼 AI 发展，会向社会系统设计 AI 信任加数位工地等6大方向，加强 AI 基础建设，而且和政府、产业、民间多方合作，做健全的公平竞争平台。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这个时代呢 ，AI 科技是大发展，也毋过呢嘛，真做是海客的目标啊。有专家是指出讲，缩短这基础建设系统的维护期，而且来建立事前预警、事后阻断的机制，安尼才通强化设施，也佮有政府机构的资讯安全。真讲伫非正式代理式 AI 时代，企业的自动化作业嘛当咧加速，啊毋过骇客攻击嘛变甲搁较密。前几天，就有西方的媒体也讲，中国骇客疑似利用自主 AI 代理，甲台湾85位政府使用者的口子破解，偷窃超过2000条的人员资料，引起国际真大的关心。买的这些机台、这些设备，可能它的生命周期都是10、20年这么长才能换。那有很多可能厂商已经没有继续去维护这一套系统了。那造成的问题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在 AI 时代，我们对于漏洞或攻击的手法是更快速的层出不穷，所以这两个速度上面是很难去匹配的。2026年，台湾骇客年会主题就锁定伫咧代理式 AI 的骇客危机，专家就指出，骇客会当用指令来骗 AI， 把假的唔对的消息放出来，互基础建设也是政府机关的作业系统出现异常。2020年，中油的路卡系统都捌互骇客攻击，造成有一寡消费者的资讯互偷摕。今仔即马已经政界到会自主判断处理任务的代理式 AI， 会下足侪界面，深度整合无同的资料。伫操作系统复杂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前期伫咧训练 AI 时阵，每一个环节拢有可能变作是骇客攻击的人碰。变怎伫咧系统甲模型开发的阶段，大家动起来嘛变作是关键的议题。我们在设计这些 agent 它的过程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有一个，比如说多一个 agent 在旁边监控，看说他做的每一个动作之前，那我能不能先挡掉这些可能有问题的？那有点像是用很多个 agent 来一起集结这样子的力量。学者就表示 ，AI 有时嘛亲像人，做决定进前需要其他代理式 AI 互相制衡斗相共，也拿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定期检测，和 AI 技术来做防护系统的换新，拢会对有着阵，嘛同款重要。另外专家嘛指出，前期攻击预警的系统和攻击发生的时阵，要安怎避免骇客进一步摕到机密较悬的权限，甲关键基础设施的防火机制用互火化，是咱台湾未来会当努力拍定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府伫去年4月时是来启用6瓦照顾服务园区，头一档这评鉴的部分的服务是无合格，今年4月已经通过复查。也毋过这审计性呢，最近是指出讲这园区的教育功能也是无达到标准的，也那县政府是表示会搁找专家协助指导改善。有的长辈对电视房的音乐摇手，有的坐伫轮椅休困，嘛有志工协助视大斗图。这是屏东县府为着照顾失智老人，2024伫海丰起的多层级6瓦照顾服务园区，但是启用头年接受卫福部评鉴，部分服务无合格。今年4月通过复查，不过审计室最近指出，园区原本规划失智教学研究的功能嘛是无达标。希望机构对于工作团队彼此的一个互相的协助跟支持。以及压力的调节，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合作的经验，能够再更密切。县府表示，失智相关的研究人才确实无好找，所以执行的结果无法度达到原本规划的目标。未来会阁邀请专家委员来指导，针对当照评鉴无合格，县府讲去年拄成立时，当照专业的社工较无稳定，后来有明显改善。机构嘛表示，目前照护拢有符合比例。中度失智照护3:1，轻度失智适龄8:1的人力，希望外界会当互因加一寡鼓励。每一个人要做照顾的时阵，其实拢嘛爱特别经过训练过，才对这个失智有一个概念，有一个了解的时阵，才会当投入这个照顾。不但对人啦，还是讲一寡事务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寡怀疑。所以在过程当中，就爱开足侪的能力。人的时间，但也甲伊互动。目前住伫园区的甲日照的长辈有要100人。机构表示，失智照护比一般长照的难度无相像，因为失智病人有的个活动能力合情绪，照护需要依照无同的病人做调整，会个针对评鉴的内容做改善。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看这新竹高工板金科呢，是邀请已经毕业的校友，等来学校甲这学生呢来举办一场 PK 的比赛。这老中青三代呢做伙共场，安尼拼关系。过程当中，对画设计图一直到实际制作，互相交流，同时嘛团成功夫。中笑真足牛设计图，因为寸笑差一丝丝啊，拢袂使。
佮要动车床设出需要的模区，抛电锯加工做出模啊。新竹高工办金科伫校内邀请已经毕业的校友，转来学校甲学生举办一场 PK 比赛。校友内底嘛有过去捌代表学校提过国际比赛金牌选手，大家互相交流，也互学生更加了解板金这行业的未来方向。看到很多的学长姐在各个方面，在板金职群里面得名，我觉得就是他们非常厉害，然后会让我也想要在这个职群里面发光发热，坚持自己的毅力，然后也能就是训练那种刻苦耐劳精神。是要鼓励学生重视专业的一个技能，那提高本科学生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增进他们的技能水准，也增进我们板金科科友之间的情感交流。校长指出，活动除了传承的意义，主要嘛是希望透过交流，让学生实际了解目前板金这行业的变化，让学生对未来出社会发展先有一块思考，得到更扎实的基础，而且建立对自己的信心。好，那第二个呢，是要让他们能够看到世界变化的趋势，让他们在技能、在学习方向上面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学生透过比赛，唔但提升家己的专业技术，也累积经验，培养自信，打好基础，对家己未来敢要行这道，也当有想法、有规划。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市文化局是来邀请在地乌克丽丽表演团体呢，来配合着本土语言的计划举办活动。我们是用台语来小解乌克丽丽这个乐器，佮教大家呢来弹台语的吉他歌，推广台语也有多元的文化体验。就是跳蚤，知无？加蚤，哦，啊，咧是啥物意思？咧就是跳来跳去的意思，所以乌克丽丽。用台语向大家来绍介四弦琴乌克丽丽这个名所代表的意思。嘉义市文化局为了要推广本土语言的乐土计划，配合台语家庭的活动，邀请四弦琴的在地表演团队设计台语的体验课程。乌克丽丽的部分啊，为咱夏威夷来讲吼，伊是叫做乌克丽丽。这个乌克就是因讲的咱的家蚤，咱的跳蚤，咱的家蚤。伊伫这个琴顶管，咱咧跳来跳去足古锥的。其实这个乌克丽丽啊，用咱的台语来讲的，伊是叫四弦琴。阿爸，我会台语用着吼。因为咱台语歌就是安尼做趣味的。上课的老师用趣味的囡仔歌做教材，毋但用台语来教囡仔镜头仔的讲法，佮配合乐谱的手势，教大家用记载、中载甲歹载来弹四弦琴。会当用台语来学着这项乐器，参加民众拢感觉真新鲜。足趣味的啦，因为你即摆囡仔足少拢讲台语，大部分拢讲国语尔。加减学台语我那袂歹啦。小孩子同时又在学音乐又在学台语，两个都在学，这样子就感觉好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感觉还蛮好玩的。文化局表示，台语的学习除了在地文化甲日常生活学习以外，搭配无同的课程安排，会当丰富语言学习的内容，嘛增加民众对台语学习的兴趣，和多元的文化体验，增加民众学习母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旧历7月，伫个嘉南的法国公墓呢，是来举办一场追思活动，要来追思伫个侵华战争牺牲的遮个兵仔，而且结合着天主教的仪式，也佮有咱台湾传统的普渡科仪，展现这台湾宗教的多元性。香炉插清香，边仔佮有十字架，甚至是法国的芳甲红酒，这是伫嘉南法国公墓举办的跨越战火、经济和平追思活动。1883年爆发的侵华战争，造成真侪清兵和法国兵战死伫嘉南。当地居民将因葬伫法国公墓和民族英雄墓。嘉南市府表示，为着要纪念这个战士，当年旧历7月，拢会结合咱传统和西方的仪式，伫遮举办普渡。今年我们多加了一个用天主教的仪式来表现。那我觉得，对当时的法国的士兵致意，跟对当时的清朝的将军致意，是我们最原始的目的。很希望大家后代看到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希望和解是最重要的。一边是法师念素文，另外一边是天主教的神父带大家做伙追思。嘉南市府指出，英国拢是用传统的科技来进行，今年配合东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追思活动头开加入天主教的仪式，也呈现咱台湾多元的宗教文化。我能感受到那个基隆市的公民的热情。然后他们对于我们的军人的尊重，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家人市府表示，家人中元节活动主要就是强调族群共融的精神。规系列的活动上受注意的，也有8月26暗时的游行甲放水灯的仪式。8月27也有中元普渡，鼓励民众会使去参加祭典，感受台湾的民俗。记者魏宗林、王志光家人报道。那下晡半的天气，所以咱继续嘅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明仔载2天，因为西南风天强，加上低压带，然后有短延时将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